2018年上尾一个礼拜，咱除了感谢上帝伫即年会引带倒领以外，我想咱也爱伫咱的信仰内面做真侪反省，因为咱的信仰真要求的就是咱的信仰甲生活是互相有结连的。你的信仰安怎，就会非常自然表现伫你的生活内面。你若是一个敬虔的人，对你的行为就会流出耶稣基督的香味。但是你若是假好的人，安怎暗藏嘛暗藏袂久。所以今仔日咱来看约翰福音第9章的经文，遮内面人拢是有信仰的犹太人，但是伫因看见一个世来痴迷，较伫安息日互耶稣医好的人了后，较产生真侪互人跋倒、无法度理解的反应。咱来看第一种人，就是耶稣的学生。耶稣的学生问耶稣讲：这个人出世就痴迷，是啥犯罪嘞？是伊犯罪，也是伊的父母犯罪嘞？对这会当看出，这学生受到犹太的传统的根基非常深的影响。伊当时无论是犹太人，也是迄当时东方真老的这个世界，甚至咱的华人的世界，咱拢会将人生的苦难、病痛、甲罪是结连做伙。咱认为一个人的破病是因为伊，也是伊顶世人做甚物失德的代志，伊今仔日才会拄着这个代志。但是咱要知影，安尼讲法，甲有破病人，甲伊厝内人，感觉非常艰苦。伊的肉体就是无爽快啊，佮爱承受对人来的眼光甲嘴所讲的话的压力。但是约翰福音较互咱看见耶稣的观点。耶稣讲，这个人伊无犯罪，伊的父母也无。但是这毋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因为伫先知的时代，嘛有安尼讲法。亲像耶利米先知，伊嘛安慰以色列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因特别受掠，所以这个耶利米先知甲因讲，无要紧，恁受掠了后，但是有一天上帝互咱转来耶路撒冷。所以耶利米先知讲出安尼安慰的信息内面，嘛有用当时一句的安尼俗语。当时一句俗语讲是，就是讲老爸食酸的葡萄，伊的囝喙齿就酸软。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老爸伊犯什么罪，伊的囝嘛爱承受安尼罪。但是耶利米先知讲，当遐日人无搁讲老爸食酸的葡萄，伊的囝喙齿酸软，人要因为家己的罪来死。伊若食酸的葡萄的，因的喙齿变软。以色列先知嘛同款的安尼话，伊讲，恁伫以色列地请师用即个俗语讲，老爸食酸的葡萄，囝的喙齿酸软。主上帝要讲，我指我的因我就怎讲？恁伫以色列中无因由通过用即个俗语，看拢总的身份是属于我。亲像老爸的身份属于我，囝的身份也是属于我。犯罪身份伊要死。这个先知的话，甲耶稣的话，耶稣的观念，拢是伫讲，无人会当替另外其他的人来负责任，家己爱为着家己的罪来负责任。但是耶稣搁较进一步，耶稣毋若是天伫遮尔，耶稣进一步讲。独独要用这个破病的人来显明上帝的作为。耶稣讲，这个人的病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兄弟姊妹，这句话真好伫了解。但是伫约翰福音内面，咱所看的新约，毋若是伫看一寡真奇妙的代志，毋若是一个人互医治那尔。约翰福音内面的新约是一个记号。是要互咱看出耶稣基督应当的身份，所以这个新约重点毋是这个人的痴迷互医好啊，是你讲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光。若无跟对伊，无论你的肉体有偌健康，你拢无法度真正的看见。另外，耶稣嘛透过这个新约，爱伊的学生毋通将因的注意力已经放伫这个人伊的苦难是对倒位来的安尼问题。耶稣爱伊的学生去思考，逆境是互人看见上帝阳光上好的机会。兄弟姊妹，咱来想看觅，亲像咱的教会伫办告别礼拜时，咱咧看见遮个。咱的兄弟姊妹失去因亲人的安尼代志就好啊。迷信的人，
伫面对失去亲人的时，是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绝望。但是咱基督徒伫面对失去亲人的时，因为咱知影伊会去到倒位，所以虽然咱感觉悲伤，但是咱有迄个将来会伫天国见面的迄个愿望。但是无信仰的人无，所以因感觉即个人已经无去啊，即个人已经无法度佫有见面的机会啊。但是咱有，所以咱会有安尼的愿望，是因为耶稣基督才有互咱的安尼一个愿望。因为若无耶稣基督对死个活，咱就无法度有安尼一个确信。即种经文中间第二种的人，就是即个人的厝边，甲伫遐定定看见伊伫遐乞食的人。即个人看见即个人目睭看会见啊，竟然无法度肯定讲即个人到底是毋是因平素所看见的迄个人。有的人讲是，有的人讲毋是。当然，咱知影人伫青年的时，甲伊会当恢复光明、会当看见的时，迄个动作一定有差别。但是，这个人认袂出来，表示伊伫平时根本无好法关心即个定定出现伫因面前即个青年的人。因可能有分伊淡薄的物件互伊食，可能有互伊淡薄的钱互伊用，但是因从来毋捌徛落来。好好啊去看即个人的面，佫较毋免讲，甲伊开讲了解伊的内心。即个厝边，即个看见伊伫乞食的人，拢是犹太人。因平素可能真认真伫安息日的时去到会堂去敬拜上帝，但是伫因平常的生活咧，因的信仰较无互因付出真正的关心去看见即个人灵魂的需要。第三种的人是法利赛人。当因听见耶稣伫安息日医好即个人的时，不但无见证上帝的恩膏甲奇妙，反倒去定耶稣的罪。即个人伫信仰上应该是好的模范，因对信仰上有了解，但是因的表现较无互人经验到光明。第四种人是即个青年的人的父母。虽然因看见因的后生已经互医好，但是当因知影犹太人已经参详，若是因敢宣告耶稣基督是医好因后生的即个拯救者，就要将即对父母赶出会堂。赶出会堂，毋但是甲上帝的关系隔离，并且有可能连因的人际关系、连因的食饭、连因的头路拢出问题，所以因会惊。就甲即个法利赛人讲，我后生已经成人，因已经大汉啊，所以伊会当家己主张，请你毋通阁来找我。咱家己非常的悲哀，家己的后生得到医好，但是面对宗教的强权、宗教的关系，互因不得不甲伊的后生来切断关系，所以非常奇怪，即群人拢是信上帝的人。但是为什么你看见一个人医好了后，较有一个人是伫遐欢喜感谢阿乐上帝？原因出伫倒，就是这个人将苦难简单化，因认为讲一个人会拄着苦难是因为伊犯罪，并且这个人嘛将上帝的工作靠伫因家己的理解内面，否定上帝奇妙的作为甲上帝的主权。其实有当时咱去看这犹太人，嘛好亲像咧看咱家己。有时阵咱家己的观念、咱的习惯、咱的理所当然，已经互咱看袂清楚上帝伫咱生活中间互咱的遐问题。咱嘛甲这犹太人同款，虽然目睭光明，但是咱的内心是痴迷的。所以今仔日，咱来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突破安尼一个限制，咱袂当继续互即种欲望、迷信继续打我伫咱内心的目睭。咱来看即段经文中间唯一得救的即个人，就是即个生落来就是青年的人。伊毋但目睭得到光明，伊的心嘛看见真的光。
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中间，甲咱讲，当法利赛人第2摆搁甲即个人找来时，伊无搁问讲你是安怎来得到看见的，是伫即个人的面前定耶稣的罪，讲即个人，即个医好你的人是一个罪人。但是咱看见即个互医好的人，伊是勇敢为主做见证。伊讲伊是有罪的人，也毋是我毋知影，我敢若知影一项。就是我真前面现今我看见，这互我就想起第5章有一位迄个破病38年久，不断地历史台水池边仔伫遐听候医治神者的迄个人的故事。迄个人倒伫迄个水池边38年久，伊拢无机会得到医好。有一天，耶稣拄着伊，耶稣医好伊，伊起来掠伊的跛仔起来行。有人感觉真奇怪，问讲是啥甲你医好的？即个人甲我回答讲，我毋知影。但是伊的毋知影，甲今仔日即个市民的毋知影是无共款的。即个破病38年久的人的毋知影，是伊无想要知影，甚至伊知影讲是耶稣医好伊了后，伊无挺身为耶稣讲话，反转就耶稣保护这法利赛人。但是今仔日即个市民的，伊毋知影，伊无用这来称做好人分隔的一个借口，伊是直接讲出耶稣基督对伊的帮赞，伊的目睭会当看见是一个事实。毋但安尼，伊嘛为耶稣辩解。咱看见伊的辩解非常挑战这法利赛人，伊安怎讲？伊讲：恁想要听耶稣安怎开我目睭，是因为恁也要诚做伊的学生吗？所以这法利赛人气不忿，讲：你才伊是伊的学生咧，阮是摩西的学生。上帝有对摩西讲话是阮知影，但是即个人我毋知影伊对倒位来。对这会当看见，这法利赛人非常骄傲伫因的传统，因搁一届将因的祖摩西赶出来。坚持只有我是摩西的学生，我非常理解摩西五经内面上帝有对摩西讲话，但是即个耶稣咧，我毋知影伊对倒位走出来。其实咱袂当讲这个法利赛人毋对，因为因真正毋知即个耶稣是对倒位走出来，并且即个人佫自称家己是上帝的囝，但是因毋对伫倒位。这个法利赛人毋对是因的心真硬，因毋愿意加去听、加去看，因就认为讲只有我才是正确的，才是权威。所以虽然接触落来，这个人，这互医好的人，伊讲了非常有道理。这个人讲，伊开我的目睭，但是你毋知影伊对倒位来。咱知影上帝袂去听有罪的人的祈祷。独一个人若敬拜上帝、遵行上帝的话，上帝才会听即个人的祈祷。自古以来，咱袂捌听见有出世痴迷的人，有人开伊的目睭。即个人毋是对上帝来，伊敢会做这个代志？咱看见连即个人拢知影，对创世以来，无有一个罪人会当行医治人的神业。安尼，才会对摩西五经非常有研究的法利赛人。因佫讲耶稣是一个罪人，所以咱当看出即个是即个人伊的信仰个别，伊对伊亲身的经验，伊内心非常清楚明白。如果有人会当行安尼的信仰，伊一定是敬奉上帝、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真可惜，这宗教领袖无听入心。甚至在讲袂过伊了后，责备即个人，将即个人赶出会堂。真有可能，即个人一世人无法度继续伫犹太人的会堂徛起。但是伊甲伊的爸母无共款，伊毋惊，伊为着伊所领受的恩典，伊勇敢为着耶稣辩护。再来，即段经文嘛，互咱来思考，到底上帝是伫甚物款的环境？用什款的形式伫做工，是一定爱咱非常习惯的方式吗？
其实咱看规个约翰福音，若是即个人有医好的故事。伫约翰福音内面，几也听耶稣所行的神迹内面，毋是所有的人拢认同耶稣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工作，甚至耶稣伊所做的代志，嘛哪来哪互遮法利赛人产生想要杀伊的念头？但是其实就亲像我头拄仔所讲的，法利赛人因无法度理解，是因为因的心受着传统的捆绑。但是上帝安怎做工？上帝伫什么环境做工？上帝用什么形式做工？是咱无法度想象的，因为咱是有限的人。所以我有当时会伫想，如果咱活伫新约的时代，如果咱是法利赛人，嘛有可能为着固守咱信仰的传统，来做出来反对耶稣的代志。咱会想讲，上帝哪会透过一个安尼的人来做工咧？即个耶稣我无共咧，我是专门跟读摩西五经的专业人士，但是即个耶稣是对家己伫即款庄卡来一个做工的人，上帝敢会透过伊来做工？所以有当时咱嘛毋通过头来责备遮法利赛人，因为有可能咱伫迄当时，咱就是安尼的人。所以关系即点，讲上帝会伫什么款的形式？上帝会伫咱无共款的形式伫遐做工吗？我要用一个故事来互咱来思考。但是咧讲故事之前，我也先解说，因为伫即个故事内面有三种信仰的人。第一种就是回教徒，回教徒因敬拜因的阿拉是用拜五的时间。第二种是犹太教的信徒，犹太教的信徒因是用拜六来敬拜。第三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礼拜日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个故事是讲着三个好朋友的故事。这三个好朋友住伫同一个庄内面，虽然因无共款信仰，一个是犹太教徒，一个是回教徒，一个是基督徒，但是因的感情非常好，因的田嘛伫相隔壁。伫一冬的秋天，一个拜五伫要挖中昼的时，即个基督徒伊坐伫伊的田园边，伊拄仔好整理好伊的田园，伊伫遐食中昼的时，伊看到隔壁伊迄个犹太教的朋友去敬拜伊的阿拉，还袂犁好伊的田，伊就想讲，伊今仔日若无犁，安尼明仔载落雨的时，恐惊伊就无法度去验证，安尼我来帮伊做一寡，互伊明仔载工较容易来完成。所以伊做完伊的工，食完中昼顿了，伊紧去甲伊的回教徒的朋友斗相共，去甲伊的田来整理伊的田。无想到，伫伊隔壁迄个犹太教徒嘛有共款的想法，所以这两个人无讲好，就安尼替因回教徒的朋友来完成犁田的工作。隔当这个回教徒来到田中的时，发现伊的石头拢完成啊！伊足欢喜，伫遐感谢祈祷上帝讲：哇，当我遵守安息日，上帝你差派天使来犁我的田。几个月了后，到伫收割的时，这三个朋友的收成拢非常的水。到伫礼拜，犹太教徒甲回教徒就伫因的田园内面来做工，但是因的基督徒兄弟去到教会伫敬拜上帝。所以，当这个回教教徒完成伊的工作时，看到伊基督徒的朋友的田嘛应该爱收割，就想讲，如果伊今仔日无收割，有可能会损失一寡收成，所以我趁天乌进前来替伊收割，所以伊开始替伊基督徒的朋友伫遐收割。无想到，另外迄个回教徒嘛有共款的想法，所以这两个人替因的基督徒朋友完成收割的工作。拜日。这个基督徒去到伊的田园的时，看见所有收成都已经挂好啊，这一定是神业。我去敬拜上帝时，上帝派伊天使来帮助我收割。到伫场外某一个拜六，这回教徒甲基督徒拢伫因的田园做头路做代志。
因的朋友犹太人去到会堂敬拜上帝。所以当这个回教无完成家己的膝头的时，看到伊迄个犹太教教导的朋友球啊了伫田园内面，就想讲，伊的球啊若无收起来，若落雨伊会损失，我今仔日紧紧来帮伊收好。无想到迄个基督教的朋友嘛有共款的想法，所以两个人无参详，伫无共款的所在，替因的朋友的球啊拢总来处理好势。伫安息日结束的时，这个犹太人的农夫转来伫伊的田里，伊看见，伊举我天讲，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啊！当我遵守安息日的时，你派你的天使来帮助我。兄弟姊妹，上帝伫拜五，也是拜六，也是礼拜在做工的。咱看见上帝伫每一个日子在做工。上帝毋是互一个某一个宗教绑票伫某一日尔。上帝是每一个日子的上帝。耶稣就是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所以当然耶稣会当伫安息日每一个日子来做工。所以咱千万毋通将耶稣放伫咱的教会、咱的想法、咱的习惯内面。特别对圣经有哪侪理解时，有哪侪研究的人，搁较容易会安尼做。咱将上帝限制伫咱家己的想法，但是捌一寡的神学，毋是代表咱已经将上帝捌完全啊。神学只不过是神学家个人对上帝研究甲理解。所以，一个对圣经哪有研究的人，应该是一个哪谦卑的人，因为伊已经伫家己的限制内面看见无限的上帝。所以咱千万毋通亲像这法利赛人，认为家己对摩西律法、对上帝的救恩已经非常理解，就看家己是一个权威。所以这法利赛人定定，咱看见因甲耶稣基督救恩是擦身而过。咱来学习是今仔日这段经文中间，即个互医好的人。当伊搁一届互耶稣找到的时，耶稣问伊讲：“你信上帝的囝吗？”这人无搬出讲：“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是摩西的子孙。”伊内心的较无马上互伊讲：“主啊，这个人是啥？互我来信伊吧。”当伊知影讲徛伫伊面前的这位就是的时，伊随时应讲：“主啊，我信。”一个有柔软开阔心的人，会较容易互耶稣找着。所以伫第9章落尾，耶稣看见这无共款反应的人，内心非常的感慨。耶稣讲：“我因为审判临到这个世间，互未看见的人看见，也看见的人变做痴迷。”耶稣的意思是讲，当一个人面对耶稣的时，就是伫面对审判。这个审判毋是末日的审判。一个人如果毋愿意接受耶稣，就是为着家己定罪。但是，伊若愿意接受耶稣的呼召，耶稣就会互伊搁较看清楚这个真理，搁较明白真理。一个人若认为家己不足，才有可能追求真理；一个人若知影家己有罪，才有可能互主赦免。所以，兄弟姊妹，你要成做倒一种的人？是目睭金金，但是看袂见真理。对救恩感觉麻痹咧，也是你愿意互主拍开你属灵的目睭，时刻感谢学老，勇敢为主做见证。耶稣将这个选择权交予咱，希望咱伫新的一年，咱会当勇敢来为主做见证，咱嘛会当伫咱的信仰上来实践咱伫咱的生活上来实践咱的信仰，咱做伙来祈祷。